指定好，多謝你上咗我哋嘅播客節目。今日伊朗個局勢好似嚴重升級咁，快啲同我哋講下發生咩事。係，方偉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係指定咧，尋日川普總統宣布話喺星期一開始呢個自由護航行動，美軍要喺霍爾木茲海峽保護咗被困咗波斯灣嘅船隻通過。依家據講，被困喺波斯灣嘅船大約有800艘左右，有啲甚至已經困咗喺度高達50-60日。川普總統話呢個係一個人道主義行動。但係今日咧，美軍開始護航行動之後，表面上佢好似局勢嚴重升級。伊朗咧唔係，但係對美軍嘅軍艦同埋被護航嘅船隻都有發射導彈。咁當然，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話呢啲全部都冇事，可能已經被攔截咗。反擊啦，可能佢發射咗唔係導彈，我都唔知佢發咗啲咩，你一陣可以同我哋講下。不過咧，美軍就擊沉咗伊朗7艘快艇。特朗普總統啱啱喺 Twitter 度講話擊沉咗7艘快艇。伊朗方面呢，佢唔單止去騷擾經過海峽嘅船隻，今日主要係對阿聯酋發動嘅攻擊。我而家見到嘅就係佢今日咧向阿聯酋發射咗12枚彈道導彈，發咗4枚。呢啲係巡航導彈，但係好似有3枚俾人攔截佢，1枚跌咗落海，仲有4架無人機。佢就擊中咗阿聯酋嘅庫查伊拉港口，港口着火。咁所以呢，睇落伊朗對阿聯酋呢一波攻擊都幾猛烈喎。你點睇依家呢個局勢啊？你覺得阿聯酋會唔會向伊朗宣戰呢？我覺得阿聯酋唔會向伊朗宣戰。因為好簡單，佢冇辦法實現自己嘅戰略目標。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就係，如果阿聯酋真係向伊朗宣戰，佢嘅戰略目標係咩？佢最後想得到嘅咩呢？我哋而家我見到嘅就係阿拉伯國家有個睇法，就係想組成聯軍，真係要將伊朗呢個政權摧毀。咁當然佢哋能唔能夠達到呢個目的我就唔知啦。咁但係而家至少有啲分析人士都冇講。越嚟越多阿拉伯國家覺得伊朗喺中東咁樣存在，對成個地區威脅實在太大，佢哋冇辦法同伊朗一齊共存落去。係咁嘅，其實伊朗真係成個中東亂局嘅根源，我都認為伊朗政權應該要被推翻。不過我翻去阿聯酋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做任何一個政治決定，都一定要清楚背後嘅戰略目的，同埋你係咪真係可以實現到呢個戰略目的。好簡單，如果阿聯酋而家對伊朗開戰，即刻打伊朗，佢最大嘅戰略目的就係推翻伊朗政權，就好似你啱啱講嘅。但好簡單，阿聯酋宣戰係咪真係可以實現到呢個戰略目標呢？其實係做唔到嘅，而且好明顯，美國同以色列已經打咗2個幾月，到而家都仲未推翻到伊朗政權，連美國同以色列用咗2個月時間都做唔到嘅嘢，阿聯酋而家宣戰絕對唔會有任何作用。所以阿聯酋其實都明白呢一點，即係話我做唔到。我冇辦法靠我自己宣傳，冇辦法達到呢個目的。咁我做呢件事嚟做咩呢？我可以得到啲咩呢？如果我推翻唔到伊朗政權，咁呢場戰爭就會變成阿聯酋同伊朗之間持續嘅戰爭。美國隨時都可以抽身走人，好似話美國過一排抽身嘅，但阿聯酋就冇辦法抽身，因為伊朗係冇隔離。所以我唔認為阿聯酋而家會對伊朗宣戰或者發動任何軍事行動。隔離族俾人打已經唔係1日2日嘅事，但呢個並唔代表阿聯酋會因為咁樣心理上對伊朗嘅睇法有咩改變。其實阿聯酋心入邊係好好厭惡同排斥伊朗嘅，而呢點我哋喺 Twitter 上面都見到佢有一個好 outspoken 嘅外交大臣成日出嚟發聲。係一個顧問嘅上下啦。係一個顧問，佢成日批評伊朗，所以阿聯酋成個政府其實都好反對伊朗，而且同以色列走得好慢。咁今日我哋發生咗呢個空襲阿聯酋嘅事件，包括杜拜，包括阿聯酋沿岸一艘遊艇，仲有庫查伊拉港，因為佢喺阿曼外邊，喺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咁係阿聯酋一個好重要嘅石油出口港口。特別係阿聯酋前排時間退出咗歐佩克，佢哋自己就可以擴大自己嘅產能，通過呢個庫查伊拉港向外輸出石油，去彌補呢場戰爭對佢造成嘅經濟損失。咁所以阿聯酋係有呢方面嘅考慮。但係由上個星期開始咧，我哋見到西方媒體有報道咧，就係以色列支援咗阿聯酋大量嘅武器裝備，包括鐵穹。我甚至見到以色列嘅激光武器鐵術都協助咗阿聯酋。包括今次空襲入邊，我哋知道有彈道導彈，彈道導彈應該係愛國者攔截嘅。至於巡航導彈同埋，咁至於無人機咧，
好大機會就係鐵穹攔截嘅，即係話我哋可以見到以色列同阿聯酋嘅合作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緊密，甚至可以話以色列已經成為阿聯酋嘅一個政治盟友。呢樣對伊朗嚟講係完全唔可以接受。伊朗今次點解會喺阿聯酋嘅出手？嚟到講呢場戰爭啱啱開始嗰陣，我記得伊朗係沿住成個海灣地區，邊個國家都照打，打過科威特，打過巴林，打過卡塔爾，打過阿聯酋，全部都打。今日發生呢件事就係打阿聯酋。我自己覺得可能因為阿聯酋過去一段時間同以色列同美國走得好埋，所以伊朗其實好唔滿意。至於兩國之間呢，我覺得阿聯酋主動打伊朗嘅可能性好低，但係兩國之間呢，其實雙方都好唔中意對方，而且阿聯酋已經企咗去美國同以色列嗰邊，呢個就係我自己嘅一啲睇法。阿聯酋前幾日退出嘅歐佩克，其實就係對阿拉伯對成個伊朗問題，佢覺得冇敏力嘅回應感到唔滿意。當然都包括其他因素，所以其實佢退出歐佩克本身對伊朗嚟講係一件壞事，係一個打擊。由呢一點嚟嘅，伊朗對佢都好唔滿意。再加埋佢之前都簽咗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咧，呢個係同以色列一齊嘅，為咗實現呢種和平，所以當然佢一開始就已經好唔滿意。伊朗一開始對好多阿拉伯國家發動攻擊，但係對阿聯酋嘅襲擊都係最重手嘅。一開始射去佢嘅導彈都係最多，直到而家，我都係講直到而家，阿聯酋防空系統已經攔截咗549枚彈道導彈、29枚巡航導彈，仲有2260架無人機，即係話基本上佢承受嘅打擊比以色列仲要多。我喺度快啲問一問子丁啦，彈道導彈同巡航導彈有咩分別？所謂彈道導彈，其實佢行嘅係一條拋物線，基本上同我哋見到火箭嘅技術路徑係一樣嘅。所以只要一個國家有能力發射載人航天火箭，佢都可以開發彈道導彈。呢啲彈道導彈通常都係用固體或者液體燃料火箭引擎發射到大氣層之外，跟住沿住拋物線再翻入大氣層，最後墜落地。佢哋好處就係速度好快，因為你推出大氣層之外咧，阻力會好細，所以短程彈道導彈嘅速度可以去到3馬赫，而中程彈道導彈就可以去到8至10馬赫，洲際導彈可以去到20馬赫，甚至更高。但係佢個壞處都好明顯，因為即係話，第一就係更容易俾人攔截，因為佢係彈道嚟噶嘛，飛得好高，所以好容易俾人偵測到。第二咧，佢係沿住拋物線嘅行。咁所以你哋軌跡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預測嘅，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成日講彈道導彈雖然速度好快，但係都仲可以俾人攔截。好似美國用標準3、標準6、標準3同埋薩德都係喺大氣層外邊攔截，愛國者啊標準6就係喺大氣層上空嗰度攔截。所以即係話有好多方法可以攔截彈道導彈。至於巡航導彈，佢就完全係行另一條技術路線，因為佢係喺大氣層入邊飛行。當然都有唔同嘅引擎嘅，一般都係用吸氣式嘅渦輪引擎，然之後佢嘅氧化劑就係空氣，再同自己攜帶嘅燃料混合向外噴出。咁然之後一般嚟講就好似普通嘅巡航導彈，佢通常會喺地面上空10到30米高度貼地飛行。咁樣做嘅好處就係更加難俾人發現，因為我哋知道地球有曲率，如果你貼住地面飛，遠處嘅雷達就冇咁容易捉到你。雷達波照唔到你就睇唔到你，係咪先？但係壞處就係佢嘅速度會比較慢。一般嚟講，巡航導彈咧都係亞音速，即係1馬赫以下。但係因為佢比較難俾人偵測，飛行高度又低，所以成日可以出其不意，可以達到幾好嘅效果。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平時講嘅彈道導彈同巡航導彈嘅分別。佢邊一種打擊力大嘅咧？邊一種威力勁嘅咧？特別係我見到，如果係彈道導彈，好似通常都發好多，巡航導彈就發得少啲，係咪因為巡航導彈貴咗咧？即係講緊製造成本方面。但係講到製造成本咧，其實未必係嘅，反而彈道導彈仲貴咗啦，因為你要整呢啲特別係中遠程嘅彈道導彈咧，價值真係好高，成1000萬美金一枚。好似中短程咁彈道導彈，譬如俄羅斯嘅伊斯坎德爾，大約500萬美金一枚。好似中共嗰啲東風短程導彈啦，東風10、東風11呢啲都係1000萬美金以下，但係巡航導彈嘅價錢相對嚟講就平嘅，你大約幾百萬美金就可以就可以整一枚巡航導彈，因為巡航導彈佢嘅氧化劑係喺空氣入邊攞翻佢嘅，佢本身唔需要儲存氧化劑，但係彈道導彈就一定要儲存氧化劑，無論你係液體火箭引擎定係固體火箭引擎都一樣，咁樣就帶咗兩個問題，第一就係本身有製造成本，第二就係你個重量會重啲。
如果重量更大，你啲推進劑就要用多啲先可以推得喐嘅。所以一般嚟講，彈道導彈嘅成本會高啲，但係好處都好明顯，彈道導彈射程遠好多。因為巡航導彈一般嚟講，好似歐美國家常用嗰啲咧，通常都係1000公里以內咧。彈道導彈如果你想提升佢哋射程，相對嚟講都幾容易，你只要按比例放大就得啦。好似伊朗嘅彈道導彈啦，前排我哋見到佢可以打到印度洋，加西亞嗰個距離大約接近3000公里。真係好遠，但係彈道導彈本身仲有個問題，就係準確度好差，因為佢沿住拋物線翻入大氣層嘅過程中會有劇烈摩擦，所以佢哋圓蓋誤差可以去到幾百米，即係早期嗰啲都係幾百米，你射程越遠就越誇張，佢哋圓蓋誤差越大，所以彈道導彈最早就係用嚟攜帶核彈頭，即係話當時美國、蘇聯包括中共開發彈道導彈都係用偽裝核彈頭，因為對於核彈嚟講，你唔會理你哋誤差有幾多。差幾百米都冇分別，係咪先？但係如果你用普通彈頭，包括中共近年成日宣傳嗰啲所謂嘅導彈子弟論話，我哋有好多彈道導彈，其實佢想象中咁大作用。原因都好簡單，就係因為如果佢帶核彈頭，你用普通常規彈頭嘅話，你嘅準確度會令到你嘅威力冇咁大。就係最簡單嘅例子，當時俄羅斯打烏克蘭嗰陣，俄羅斯都係學美國嘅，話第一日我要去摧毀烏克蘭嘅機場。結果發射咗各種伊斯坎德爾導彈，包括佢哋巡航導彈包括口徑巡航導彈精準度都唔高，就係打機場，我哋都知機場嗰條跑道好長，可能有2-3千米，闊度大概10幾米至幾十米咁啊先。所以好明顯，你喺衛星圖像睇到咗彈坑就知咩事，全部都打歪咗，咁打中跑道正中間，所以你就算只係偏差10幾米，都打唔到你想打嘅目標。咁你話你幾百萬蚊佢哋有咩用？咁用啦。咁所以呢個就係而家彈道導彈嘅一個弱點，亦都係點解我哋見到伊朗發射彈道導彈打以色列嗰陣成日射咗去民居，去到後尾佢都唔理啦，就好似舊年咁，去到2025年咧，6月、7月夏天打仗嗰陣咧，有一次伊朗想打摩薩德總部，結果偏咗幾百米，打咗去隔離嘅警察學校。咁呢啲例子真係多到數唔晒，就係話你彈道飛彈，咁如果唔帶核彈頭嘅準確度有限嘅情況下，其實佢宣傳得咁大威力，不過對於伊朗呢啲國家嚟講，佢根本唔介意打居民區，打居民打到邊就算邊啦。係啦，幫襯咗，就係打到邊就算邊，我射去特拉維夫嘅居民區或者射去邊度學校都好，我都唔介意嘅所謂啦。係，我覺得阿聯酋如果單獨行動可能性未必咁大，但如果美國同以色列一齊行動，佢有可能會跟住一齊嘅，係咪？而家我見到有冇講法話，美國同以色列有可能接落喺24小時內對伊朗發動攻擊，但係呢個攻擊到底係咩類型嘅攻擊？有人覺得會好嚴重，會用到好強大嘅手段。咁有人就話佢哋可能都係會針對伊朗嘅基礎設施啦，好似能源等等，作為對伊朗打擊阿聯酋嘅一種反擊。因為如果伊朗咁樣打阿聯酋，而美國同以色列咩都唔做，咁好似都幾嘅義氣。你覺得美國同以色列會唔會發動下一波打擊呢？我覺得而家睇落去，川普好似佢嘅睇法，因為我見你今日晏晝接受傳媒訪問嗰陣就話，呢個唔係違反，唔係停火協議，違反嘅咁樣。係啊，咁睇就發射咗幾枚飛彈，都俾人攔截咗，然後咁咩大不了？意思就係咁，好明顯川普係想淡化件事嘅嚴重性。其實喺軍事同政治上嚟講，如果你真係想打某個國家，你可以揾10個理由出嚟，但如果你唔想打，你有10個理由都可以拒絕。好似2戰嗰陣，墨索里尼打阿爾巴尼亞，隨便揾個藉口都得，係咪先？我而家講翻中東戰爭，我都覺得川普而家都係咁。本質上佢唔想升級戰事，唔想打伊朗。喺呢種情況下發生咗咁細規模嘅衝突，我唔覺得美國政府會升級，因為好明顯而家已經5月初，川普14號就要訪問北京。我哋今日見到第3架，呢架美國人輸機已經降落咗北京去運送佢哋，所以呢件事幾乎唔可能會取消或者點樣延遲。咁6月美國要搞世界盃，7月又有世界盃，加埋美國獨立日，所以接落嚟一段時間，從時間線嚟講，我唔覺得川普會想將伊朗戰事擴大，因為咁樣會帶咗好多大規模嘅打擊，然之後戰事升級，伊朗又會開始打以色列或者打周圍嘅國家，呢件事就會睇完咗啦，睇落去。
所以我覺得川普而家做緊嘅所有嘢都係想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無論係軍事封鎖定經濟制裁，都係想逼伊朗接受美國嘅和談條件，所有一切都係為咗和談做準備。所以我唔認為美國喺呢個時候會大規模升級軍事行動。但係其實川普呢招自由護航呢，其實都係想對伊朗施加進一步壓力，係咪先呢？因為之前嘅封鎖咧，確實對伊朗經濟造成咗好大打擊，但係咧封鎖嘅效果咧，其實係要時間先會慢慢顯現出嚟。所以好多人分析話，川普為咗打破僵局，佢一定要再加壓力俾伊朗。咁而家睇落呢個自由護航行動對伊朗嚟講真係將佢逼到牆角，因為如果你反擊得太勁，美國同以色列就有藉口對你作出最大嘅打擊。咁但如果你又唔反擊或者反擊唔夠力，又會俾人覺得伊朗嘅招。咁而家我自己嘅呢個自由護航行動，我哋就咁講下啦。到而家為止，美國中央司令部都好清楚咁講，有2艘掛住美國國旗嘅船已經安全咗通過咗。伊朗確實有試過騷擾，包括派快艇出嚟或者發射導彈，呢啲行動咧都已經俾美軍中和嘅，可以話係 neutralize 嘅。咁所以中央司令部仲講話會有更多船隻陸續喺路上。咁你點睇呢？不如同我哋講下你嘅睇法。美軍嘅護航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就話，其實佢哋有 multi-layer， 即係好多層次，包括有船、直升機等等，仲有啲咩軍機啊，仲有啲電子戰之類。所以你點睇美軍嘅護航能力？美軍嘅護航能力其實係多方面嘅，主要都係靠海軍同空軍。我哋先講空軍啦，因為琴日中央司令部發咗個聲明咧，提到話佢哋有100幾架岸機或者海上嘅飛機。其實護航行動入邊，即係話軍艦嘅海實入邊，呢個只係美國計劃嘅一部分，但係唔可能長時間咁做，因為你會受到好大威脅，等於你嘅暗處，好似孫錦當年埋伏敵人嘅。但係空軍就唔同，美國其實有好強嘅空中監視同火力壓制能力，包括美國嘅 RQ4、MQ9 都好咧。咁無人機可以長時間喺伊朗周邊海域，包括霍爾木茲海峽上空巡航，盤旋監視你嘅動向，包括你嘅無人艇嘅動向、你嘅飛彈發射陣地嘅動向、軍事基地嘅動向，我全部都冇得一清二楚。同時，我有 A 型攻擊機，其實喺今次伊朗戰爭入邊 ，A 型攻擊機發揮咗好大作用。A-10 同其他戰鬥機唔一樣，我哋講嘅 F-16、F-15、F-35好多都係超音速戰鬥機，咁喺飛行速度好快，但係喺低空低速嘅情況下，即係佢哋冇辦法用好低嘅速度嘅低空飛行。講白啲就係，如果你去咗 A-10，你會見到 A-10 嘅雞翼展好長，佢雞翼展仲長過機身，睇落有啲似二戰時期嗰啲飛機，所以佢可以喺相對比較低嘅速度之下飛行，可以喺戰區上空盤旋好耐。跟住，如果我發現敵方目標本身 A-10 火力好強大，我就可以用火力壓制你。好似今次講緊嗰啲快艇，美國今次嚟講呢啲快艇係邊個打沉嘅？但係我覺得好大機會係俾空中，譬如 A-10 攻擊機打沉咗，而且 A-10 佢有好強嘅防護能力，所以美國其實要做監視、提供火力壓制，空軍係非常重要嘅一環。跟住就係海軍，美國而家冇成個亞曼灣。阿拉伯海有2個航母戰鬥群，加埋2個兩棲戒備群。航母戰鬥群就係里根號同埋呢個喬治布殊號，各自大約有3艘阿里伯克級驅逐艦，再加埋其他艦隊派過嚟。咁美國而家喺亞曼灣附近大約有10艘阿里伯克級驅逐艦，2個兩棲艦隊群，全斯號同埋留島號。咁每艘咧都配備有2艘船嘅登陸艦啊，主要係搭載咗2000幾名海軍陸戰隊嘅士兵。海軍陸戰隊主要負責，如果真係有戰事升級，就負責奪島。不過而家封鎖狀態，佢哋主要係負責登船。我哋過去見到好多現場畫面咧，就係海軍陸戰隊隊員搭直升機去登上10萬噸級嘅油輪，然之後控制油輪，呢啲都係海軍陸戰隊做嘢嘅。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咧，美國仲有大約3至5艘左右嘅濱海戰鬥艦。濱海戰鬥艦咧，大約有2艘係由中東地區、亞洲地區趕過嚟，當時就係2個月、2個星期之前，仲有因為疫情關係，大約有2至3艘掃雷艦嚟到。至於嗰啲濱海戰鬥艦，其實可以配搭唔同嘅模組，有水面戰模組，有反水雷戰模組。如果配搭反水雷戰模組，就可以進行掃雷。
進行掃雷行動。所以呢個就係美國海軍。美國海軍就主要而家睇落去，佢係派出驅逐艦去執行呢個任務，係海底航行。跟住今日都被伊朗攻擊嘅，被伊朗攻擊之後，我哋唔太清楚係無人機定係飛彈，總之就係俾人攻擊嘅，之後又俾人攔截嘅。美國艦隻就冇咩事，因為伊朗一開始話佢哋發射嘅飛彈啦，仲公布咗一段影片，話有飛彈發射嘅片段，話擊中咗美國。但係美國中央司令部就話睇呢回事，全部都攔截晒。係啊，除此之外，仲有6艘導彈快艇俾人打咗落嚟，所以可以睇得出今次美國真係。中央司令部其實早就準備好，派咗海軍同空軍一齊出動，打開霍爾木茲海峽，確保貨船可以自由航行。自由啊！係啊，因為早排有啲消息互相矛盾，有啲講美軍唔會派軍艦喺前邊開路護航，但之後咧又有消息話美軍會派軍艦，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有做緊護航行動。係咪主要都係靠空中支援，而唔係話真係有一隻船帶住另一隻船一對一咁樣前進？我自己覺得主要都係靠空軍，至於水面艦艇就會喺唔同情況下先會出動，係咪？今日呢個情況有啲特別，因為有2艘掛住美國國旗嘅遊船要出入霍爾木茲海峽，掛美國國旗本身已經好敏感，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加上係第一次美國作為一個例子派軍艦去護航，我覺得都可以理解，但未必會變成一個常態，因為出入霍爾木茲海峽嘅多艘船。你唔可能每一艘都派軍艦去護航噶嘛？可能就係話佢實際情況，如果你係美國嘅船，或者有啲咩特別情況需要我哋幫手，咁我哋就會派軍艦去護航。如果唔係，我哋可能就喺阿曼灣隨時待命，有突發情況就即刻趕去現場。同時，我哋喺空軍會喺空中提供24小時不間斷監控以及火力支援。啲其實唔係美軍第一次喺霍爾木茲海峽護航啊，就係80年代後期兩伊戰爭嘅後期有一次非常大嘅呢個美軍護航嘅行動吓，喺霍爾木茲海峽叫嗰個咩叫咩自堅定意志你都我哋講下嗰次護航嘅一個情況，似乎亦都係因為當時美軍係護送科威特嘅郵輪，不過咧佢哋都係掛住美國旗，然後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當時伊朗咧一開始仲發動咗攻擊，美軍就反擊，甚至美軍有一艘驅逐艦好似仲俾魚雷擊中咁，係咪？係啊，係咁嘅。當時已經係兩伊戰爭嘅中後期啦。當時伊朗同伊拉克打，其實同科威特咁嘅關係，但係咧伊朗當時發動咗一場戰役，就係法奧半島之戰啊，想奪取嗰度。我哋睇下呢個地圖，你就會發現啦，伊朗其實伊拉克係有出海口嘅，就係巴士拉喺河口再向前延伸，但係嗰個出海口好細。伊朗當時做嘅就係將呢個出海口封咗，咁伊拉克就好唔舒服啦，係咪先？我係石油生產國，我哋石油點運出去啊？所以伊拉克當時就揾科威特幫手，話我哋石油運去你科威特，用你科威特船嘅名義將我哋石油運出去。伊朗一聽到就唔開心啦，話你科威特竟然幫伊拉克，係咪？你幫伊拉克係咪？咁我唔只要打伊朗，我唔只要打伊拉克，我而家連你科威特嘅船都要打。所以去到後期，伊朗開始攻擊科威特嘅油船，科威特咁細個國家頂唔順，點算好呢？咁就揾美國人幫手，係啦，揾美國人幫手。嗰陣時美國總統就係列根，跟住列根嗰陣時其實都有啲反對聲音，但係佢都堅持要執行今次所謂嘅護航行動。當然背後都有聯合國決議案做支持。之後科威特嘅船有啲就改掛美國國旗嘅行，咁你掛咗美國國旗，即係美國船，美國海軍當然有理由去保護你啦。所以嗰陣時美國其實前後動用咗大概30艘船，即係其實唔淨止係霍爾木茲海峽，係成個伊朗沿岸。因為我哋知道由科威特開始，然後你再行到呢個霍爾木茲海，行到阿曼灣，其實成段路都幾長嘅。跟住嗰陣時美國開始護航之後，伊朗就開始騷擾美國，美國就有軍隊去布水雷。咁伊朗嗰陣時，因為水雷對佢嚟講係對前作戰好關鍵嘅一環。伊朗知道我哋水面打唔過你，咁點算好？我就布水雷，你撞到就撞到啦。反正我裝作唔承認呢件事。跟住有時佢仲會用當時從中共引進嘅蠶式反艦導彈，經過咗快艇去發射，然後攻擊佢，都係科威特嘅船塭。嗰啲油輪啊，嗰啲台式反艦導彈早期大概得40至50公里射程，唔係好遠。但係仲有嘅快艇啊，跟住厄布雷啊，仲有咁啊，會利用海上石油平台做咗基地。好似話
我哋武裝分子喺呢度實物平台，然後我再搭小艇去布雷啊，或者搞啲騷擾㗎。跟住當時前後美國同伊朗有幾次衝突，但係總體嚟講就係佢每次美國軍艦受損或者有咁大事發生，好似美國有艘油輪俾人炸，或者有艘驅逐艦撞到水雷，搞到美國有人受傷，美國就會發動比較大規模對伊朗沿岸嘅軍事打擊行動，好似話佢會咁樣，會去進行轟炸，或者派地面特種部隊去清除你嘅據點啊。當時炸咗伊朗幾個海上石油平台，包括沿岸嘅重要據點，所以經過幾次教訓之後，伊朗就收斂咗啦。伊朗都知打唔過美國，所以慢慢佢都唔再大規模咁去騷擾黃艦隊。不過嗰陣時兩伊戰爭都慢慢進入尾聲啦，所以咧呢個就係當時大致嘅情況。係啊，所以而家就好似當時咁翻版嘅，伊朗一直都冇變過佢嘅模式，打唔贏強嘅就去打弱嘅，打唔過美國就打伊拉克、科威特。其實美軍嘅能力應該係足夠護航嘅，只不過我覺得伊朗而家呢種挑釁呢，可能佢都唔敢真係升級嘅。但水雷呢，真係一個好麻煩嘅問題。我之前見到話美軍有個預計話要清除呢啲水雷，可能要幾個月時間。美軍而家好似仲同 AI 公司合作，用 AI 去偵測水雷，然後用啲咩先進技術去排雷。咁你點睇而家美國對付水雷有冇乜好方法？咁佢排雷嘅效果又點？其實美國好耐冇打過水雷戰，因為佢早期嗰啲復仇者級掃雷艇基本上都退役得七七八八，剩翻4艘，全部都喺日本佐世保海軍基地。咁以前其實有8艘，4艘喺中東喺巴林，即係第5艦隊總部，另外4艘喺日本。後來巴林嗰4艘全部退役，換咗3艘濱海戰鬥艦。濱海戰鬥艦就係有唔同嘅模組，佢係模組化設計，可以搭載水面作戰模組，又可以搭載反水雷戰模組。偽裝嘅反水雷戰模組之後就有啲掃雷艦，但係喺呢個反水雷同傳統意義上復仇者級掃雷艦唔太一樣，咁係用傳感器同埋無人系統，包括水底嘅無人潛艇或者水面嘅無人機，然後綜合去探測，喺雷區之外進行探測。之後再用轟炸或者其他方式去掃雷，所以呢個係更加現代化嘅一種即係遠距離同埋更加安全嘅掃雷模式。咁你啱啱提到嗰間 AI 公司呢，就係前幾日美國國防部啱啱又冇咗一份大約9000幾萬美金嘅合同啊！呢份合同都唔細嘅，因為呢間公司其實係一間軟件公司嘅。咁冇咩硬件，佢做啲咩呢？其實好簡單，就係分析美國反水雷戰嘅信號。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即係話我哋掃雷嘛，掃雷你要點樣發現水雷呢？最常見就係用聲納，當然聲納都有唔同種類嘅。但係聲納傳翻嚟嘅信號本身係有雜音嘅，有時你都分唔清楚佢究竟係魚啊、障礙物啊，定係一嚿石頭啊，定係一個水雷啊呢啲嘅。咁呢啲嘢傳統上你都要去睇資料，仲要做信號處理。做完信號處理之後，你要提取特徵，然後再做分析。咁而家人工智能嘅數據分析方面就可以發揮好大作用。即係話你美軍探測到佢唔理你係聲納信號定係可見光傳感器嘅信號，你各種傳感器收集翻嚟，喺信號傳翻嚟之後，我用軟件做數據分析，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好快知道邊個位係水雷，邊個位唔係水雷。所以咧，呢間軟件公司就係做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應用，即係話佢喺硬件傳感器嘅基礎上，大大加快喺美國識別水雷、清除水雷嘅能力。咁所以就係咁樣，美國亦都冇調派多啲瀕海戰鬥艦去前線，等佢哋有掃雷能力，再配合現代化嘅手法。我自己覺得對美軍嚟講，掃雷其實唔係一個好大嘅障礙。